我就係劉恩樂，今年就係16歲。我就係大概喺2歲半就快3歲嗰陣時發現我有糖尿病嘅。我就會形容我係一個活潑好動嘅人啦，好勇於嘗試新嘅事物。我主要就係鍾意玩長跑啊、跑步呢啲嘅運動啦。嗰陣時咧，YDA 糖尿協會咧就有職員同我講啦，佢話賽馬會慈善基金咧就有一個計劃係可以免費咧俾我哋嘅小朋友去試用呢個胰島素泵。佢而家長大咗啦，佢能夠去操控部機啊，或者佢對呢個病嘅控制咧，都相對有一個能力同埋認知。咁我哋就讓佢去試下啦，咁樣。而家新型嘅胰島素泵機咧，其實又稱為自動胰島素輸送系統。咁佢就可以連續性咁樣將胰島素進行皮下注射，實現一個實時啦，同埋自動咁樣嚟控制胰島素嘅劑量，從而達到血糖控制嘅穩定。咁呢個系統咧，主要有3個部分組成嘅。咁第一個部分咧就係一個連續血糖監測儀，咁一路量度住身體皮下組織嘅葡萄糖分嘅水平嘅。咁呢啲資訊咧就會傳去一個軟體嚟進行演算。咁另外第二個部分就係真係個泵機本身啦。咁佢係一個細可以攜帶喺身嘅儀器嚟嘅。咁個泵機入邊咧就裝住胰島素嘅藥啦。咁佢又可以一路每分每秒咁樣咧進行一個皮下注射，將胰島素咧輸送去體內嘅。咁另外第3個部分咧就係一個演算嘅軟件，咁佢就可以得到連續監測儀入邊嘅數據，從而進行自動化咁樣計算，跟住再話翻俾個胰島素泵機知嚟調整呢個胰島素輸送嘅劑量。因為我之前係打針嘅，咁我要打好多針藥啦。但係用咗胰島素泵之後，直情係就咁掛喺呢度就可以啦。即係譬如我做運動啦，我可以事先可能半個鐘至到1個鐘校咗嗰個 time target mode，咁我就可以幫我嘅血糖去提高少少。咁我喺我做運動嗰陣時，我就唔會咁容易有出現低血糖嘅情況。首先咧，胰島素泵機第一樣最大嘅幫助咧，當然就係提升佢哋生活嘅靈活性啦。佢就唔需要再就住胰島素打針嘅時間咧嚟制定佢每日嘅時間表啦。我覺得佢好犀利咯，咁因為部機係佢自己識用嘅啫，所以都好欣賞佢啦。喺使用部機啊，或者佢嘅自律性上面啊，同埋個泵都係有一個 Apps 我哋可以連結得到啦。咁就算佢喺學校或者佢喺咩地方都可以睇得到佢個血糖度數啊咁樣。佢自己方便嘅時候，咁我哋亦都係即係相對咧減輕咗我哋嘅壓力嘅。咁另外就係喺控制血糖水平嘅方面，之前都係打針嘅時候咧，就會有比較多嘅上落，同埋嗰個指數只有可能50至到70% 係好嘅範圍裡面啦。但係用咗泵之後咧，我就可以去到8-9成都係喺良好血糖嗰個嘅範圍裡面。同埋嗰個 HbA1c 嗰個度數咧都跌咗好多。咁呢啲指標咧，如果能夠控制得好好嘅話咧，就代表佢將來出現併發症嘅機會就可以降低嘅。我就覺得唔好覺得自己同其他人好唔同啊，或者有好多限制咁樣，你照去玩你想玩嘅嘢，照去揾你嘅夢想咁就可以。